怎么了吗？我现在到底是不是你的正牌女朋友啊？你疯了吗？他不是都已经跟你提分手了吗？那又怎样？我没说分手，那就不算分手。那不然要怎么样才可以当你的女朋友？看你表现喽。那你要好好仔细的看清楚哦。你跟盼盼说没事了啦，干嘛不自己讲？我生气他这么久，不是很尴尬吗？现在又突然觉得没事了，反正就……我要走了。哦。喂，喂，请问你现在方便讲话吗？你怎么都问我可不可以讲话啊？这是礼貌吗？那你传简讯给我就好啦。是这样的，我就是不习惯用传简讯的方式，我习惯打电话，然后用讲的方式。好啦，那你打电话给我怎么了吗？是这样的，你觉得现在我方便找你出去吗？去哪里？去华山喝咖啡。好啊。好，那你等我，我会接你。那你到了再跟我说。好，拜拜。贝安，那个我跟……老板，贝安他刚走。哦，这个是客户要给你的东西，那我先离开了哦。好，谢谢。贝安，这是客户送我的保养品，我是男生用不到，先不给你用。这个是很好用哎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还有，我想问你，有空吃饭吗？关于昨天我喝超醉的，所以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想不太起来。那吃个饭 OK 吧？吃饭？我不会跟你聊昨天的事，我们可以讨论明天啊。明天还有一个东西我们要对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就只吃饭哦。上车吧。这么贵啊？会吗？我觉得还好。你们这些有钱人真好骗哎！这些东西就这么一块肉，我自己在家煮一大锅都还比较便宜。
我不是有钱人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价格是要买他们的服务跟厨艺。明明就贵的要死。你要点什么？没关系，弄一份圣体水果沙拉就好了。你这样吃得饱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这顿我请，就尽量点，不要客气。不要这么贵，我会肚子痛。那不然这样，你照点，吃不完的我吃，腰痛我痛。就麻烦沙拉跟牛排。这么好吃吗？对啊，我超喜欢这家餐厅的炸鸡，便宜又好吃，而且它的味道跟我以前在美国吃的炸鸡味道一模一样。哎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去的美国？国中，我爸送我去那边读书。那你记性真的很好哎！你国中时候吃的炸鸡味道，你到现在都还记得住啊？我记性超好的，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是幼稚园吧，我就超喜欢吃炸鸡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听到你刚才说那句话，说你的小时候，我突然间觉得你的小时候跟我的小时候差好多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如果你问我说，哎，林大叔，你小时候大概是几岁？什么时候？我会跟你讲说大概是高中、大学。但是你看看，你小时候竟然是幼稚园、大学、幼稚园。年纪不同还是有差。怎么了？你交过几个女朋友啊？干嘛装傻哦？拜托，装傻不止我一个人吧？不然你讲一个你最难忘的女朋友。应该是我初恋情人。怎么啦？什么事啊？我什么啊？干嘛扭扭捏捏的？没事。好，不讲我要走了。好啦，我是想问你，我们有没有交往的可能？因为我想说，再2个月就毕业了，就想说问问看，有没有可能？我毕业后就要出国了。我知道，但是就算只有短短几天也没关系，我不想以后遗憾。所以最后怎么分手的？哦，后来他移民了。哦，那你们现在还有联络吗？我们那个时候又不像现在这么方便，有手机，有 Rocomi。我们那时候要打个越洋电话都很难的。是哦。他刚移民过去的时候，我们有通几次信，可是后来他搬家，我们就失去联络了。真的很难想象远距离恋爱，我觉得分隔两地，最后一定会分开。那对你来说，你觉得你可以接受的最远距离是哪里？应该是桃园吧。桃园？
才隔20几公里你就觉得远啊？当然啦、因为我没有车哎，而且我觉得交往到最后，男朋友一定不会天天都来找我。而且我觉得啊，两个人在一起呢，一定要天天见面。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没有安全感吧。干嘛一直看我？其实我从以前啊，就一直觉得你跟他很像。谁啊？初恋女友？很烂呢，这梗也太老了吧？是真的有像。不过他比你清纯。快吃东西啊！哇塞！塞什么塞啊？口水快流到荧幕上，你干净点吧，脏死！拜托，这现在在网络上他很红他比那个爱情诊断师还红，他随随便便放一个屁就是个几万的赞，你这人真的浮夸。网络上是闻得到屁味，对不对？我看，不是假睫毛、瞳孔放大片吗？1号路线看太多了。我说你过气了，你还真的是过气大叔这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瞳孔放大片跟假睫毛。你看，我如果没有瞳孔放大片跟假睫毛，我眼睛就没有神了。你相不相信我待会让你瞳孔放大片？没有幽默感。今天谢谢你哦，还让你花这么多钱。不会，这是我的荣幸。荣幸嘞，现在不会有人这样讲啦，大叔就是大叔。那不然现在都怎么说？就说今天很开心就好啦。好，今天我很开心。好啦，那我先下去了哦。那拜拜。好了，不然抱一下好了。那我真的下去了。你开车开慢一点。好。